第一個充電樁，第二個充電樁，呢度係第三個充電樁。188000擁有3個充電樁車位，每個月租金保底高達1600蚊，加埋充電樁運營分紅啊，年回報率高達18厘啊！你冇聽錯，我冇講錯，188000你就可以擁有3個充電樁車位啊！珠海新能源浪潮佢嚟到啦，加油站2.0嘅時代，投資車位新藍海，而家珠海實施緊雙碳接落。2024年開始咧，珠海嘅新能源車突破15萬台，同比飆升60%喎。咁而家咧，佢遇到嘅問題就係一個充電難同埋充電慢，咁應該點樣去解決呢？珠海即將會重手落注啊！珠海明確提出新能源設備增加，實施行動性計劃。隨住每一部新能源車嘅不斷增加，咁一個車位肯定要配備一個充電樁啦。咁等於加油站加埋印鈔機喎，車位唔單止係一種投資，亦都係一門生意啊！咁而家188000你就可以擁有3個充電樁車位啦，每個月租金保底高達1600蚊嘅，年回報率係高達18厘嘅。你冇聽錯，我冇講錯，188000擁有3個充電樁車位啊！咁有中意嘅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車位啦！